金州勇士球星杜兰特、科瑞、葛林在球队败给明尼苏达灰狼后，出言批评裁判公正性。今天，美国职篮 NBA 为此宣布对3人处以罚款。葛林 Draymond Green 因为在社群媒体的发言被罚35000美元，约新台币107万元。科瑞 Stephen Curry 被罚25000美元，约新台币77万元。两人都是因为抨击裁判公正性挨罚。杜兰特 Kevin Durant 则因公开批评裁判，被罚15000美元，约新台币46万元。卫冕冠军勇士29日以130比131败给灰狼。这段期间 ，NBA 的调查检视几个球员争议的点。当天的比赛，科瑞砍进3分球，让勇士在延长赛剩下约 0.5 秒时扳平比数，但杜兰特被判对灰狼汤斯 Karl Anthony Towns 犯规，在汤斯罚进关键一球后，灰狼留下胜利。科瑞称吹杜兰特犯规的裁判是当晚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， 并补充说：“我们理应再多打5分钟。”延长赛，勇士总教练克尔 Steve Kerr 表示，他对判罚感到失望。葛林因为赛后发了2条推文被罚的最重，推文中写到 TD、MK 被认为是暗指2名裁判的关联性 ，MK 是当天勇士、灰狼之战裁判的名字缩写 ，TD 则是在自己执法的比赛下注并控制比赛得分的前 NBA 裁判。在今天的比赛之前，勇士有西区最佳的52胜24败，以1场之差领先丹佛金块，并握有西区季后赛的主场优势。